咁多位朋友，你哋平時返到屋企煮飯，係咪覺得西蘭花好健康，所以成日買嚟食？但係我話你知，如果你洗西蘭花嘅方法仲係求求其其沖下水，咁你同直接食蟲係冇分別，係好多人以為洗乾淨咗，其實啲蟲卵同污糟嘢全部收埋喺啲花蕾入面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西蘭花陷阱，教你一招。包你洗完之後，見到嗰盆水都頭皮發麻，亦都會教埋你點樣徹底清除啲蟲卵同農藥，等全家人食得安心。其實咧，西蘭花係一種構造非常之複雜嘅蔬菜。你睇下，佢一粒粒好似小樹林咁嘅花蕾，密密麻麻，呢種結構簡直就係昆蟲嘅5星級大酒店喎。由我細細個10零歲開始，跟媽咪入廚房，佢就已經話我知西蘭花係最難洗嘅菜。依家出面啲西蘭花為咗賣相好，唔好俾蟲咬，好多時都會噴農藥。但係就算係號稱有機嘅西蘭花，問題仲大，因為冇農藥，啲蟲仔就更加中意喺入面安居樂業。好多人煮西蘭花之前就咁喺水龍頭下面沖兩沖，或者成棵嘢擺入盆水度浸。我同你講，呢啲做法完全係自欺欺人，因為西蘭花表面有一層好薄嘅蠟質，你平時沖水嘅時候，啲水係會直接流走，根本入唔到去花蕾深處。啲蟲卵、灰塵，仲有啲細到你睇唔到嘅小菜蟲，就係咁樣被你帶咗落鑊，變咗做額外蛋白質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朋友去街市買咗2棵好大嘅西蘭花，諗住整俾佢個3、4歲嘅仔食，佢就係咁樣隨便沖下，點知煮出嚟之後喺碟底發現咗幾條仲係青色、熱到縮埋一嚿嘅菜蟲。嗰陣時佢真係嚇到成碟倒晒。自此之後，佢對西蘭花都有心理陰影。其實呢啲蟲仔通常係小菜蛾或者菜粉蝶嘅幼蟲，雖然食咗落肚未必會令你即時中毒，但係諗到啲蟲喺你口入面咬開，仲有佢哋啲排泄物，你都咪話唔惡心。咁到底要點樣洗先至真係乾淨？首先，你千祈唔好成棵西蘭花咁樣去洗，你要準備一把利啲嘅廚房鉸剪或者細刀。順住西蘭花嘅莖，將佢剪成一粒粒細小嘅花球。咁做嘅目的係要打破佢嗰個密林結構，令到水可以接觸到入面。好多人驚剪得太細會流失營養，但其實比起食蟲，剪細少少係絕對值得嘅。剪完之後，關鍵嘅一步嚟啦，你攞個大盤放入啲西蘭花，然後加入一樣每家每戶都有嘅神器，就係生粉或者麵粉。點解要用粉？因為生粉具有好強嘅吸附性，佢可以深入到花蕾嘅罅隙入面，將啲蟲卵、沙泥仲有殘留嘅農藥啜出嚟。加咗2時生粉之後，再加埋1時鹽。鹽嘅作用係利用滲透壓，令到啲小蟲覺得唔舒服，逼佢哋由深處爬出嚟。之後你倒落去嘅水一定要浸過晒啲西蘭花，記住唔好就咁浸住唔理，你要用手輕輕咁喺水入面攪動打圈。就好似洗衣機咁樣，等啲生粉水可以充分接觸到每一粒花蕾。你會發現浸咗大約10分鐘之後，盆水會開始變得好渾濁，甚至會見到一啲黑色嘅細粒或者透明嘅薄膜浮出嚟。嗰啲好多時就係蟲卵或者昆蟲嘅分泌物。浸完之後，你將啲西蘭花撈起，你會見到盆底啲水真係污糟到想嘔。呢個時候你仲未可以停。要用清水再重複沖洗2至3次，直到啲水變反清澈為止。有啲朋友仲會問，加醋或者用洗菜精得唔得？其實我個人建議用最天然嘅生粉同鹽就夠，因為洗菜精如果沖唔乾淨，反而變咗化學殘留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，既然西蘭花咁污糟，點解我哋仲要食？其實西蘭花嘅營養價值真係極高。喺過去呢20-30年嘅營養學研究入面，西蘭花一直都被列為抗癌、抗氧化嘅首選蔬菜。佢含有豐富嘅蘿蔔硫素，對心血管健康都好好。所以我哋唔應該因為佢難洗而唔食，而係要學識點樣洗得精明。除咗清洗之外，揀西蘭花都有學問。你喺街市見到嗰啲開晒黃花嘅，或者莖部已經乾晒變咗啡色嘅，就千祈唔好買。要揀嗰啲花蕾緊密、色澤深清，拎上手重甸甸嘅，咁樣先至新鮮。新鮮嘅西蘭花入面藏蟲嘅機會雖然都有，但起碼質地爽脆，營養最高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飛水。洗完之後，如果你仲係唔放心，最好煮之前
用滾水燙一燙，燙嘅時候可以落少少油同鹽，咁樣可以保持西蘭花嘅翠綠色，同時高溫可以徹底殺滅殘留嘅細菌同可能未洗走嘅微小蟲卵。不過記住，飛水時間唔好太長，大約1-2分鐘就夠。如果唔係，啲維他命 C 就會流失晒。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個我喺2025年學到嘅小秘訣，就係如果想西蘭花更好食，飛完水之後即刻放入冰水度浸一浸，咁樣整出嚟嘅西蘭花，無論係涼拌定係清炒，個口感都會好爽口，唔會腍滋滋。其實生活之中好多細節都反映出我哋對健康嘅重視。西蘭花雖然只係餐桌上面嘅一個配菜，但係如果我哋連洗菜呢啲基本功夫都做唔好，病從口入就真係唔好啦。我識得一位住喺深水埗嘅婆婆，佢今年都已經80幾歲啦，身體仲係好健壯。佢話佢長壽嘅秘笈之一就係食得乾淨、食得清淡。佢洗菜嘅耐心真係值得我哋呢啲後生仔學習。所以下次你喺超市或者街市買咗西蘭花返去，記得唔好懶，跟住我今日教你嘅方法，剪細、落生粉同鹽，浸泡、攪動，再沖洗。雖然可能要多花你15分鐘嘅時間，但係換嚟嘅係全家人嘅飲食安全。當你親眼見到嗰盆污糟水嘅時候，你就會慶幸自己有認真咁洗。健康唔係1日2日嘅事，而係長年累月嘅習慣。希望大家由今日開始，對每一棵入土嘅菜都認真對待。西蘭花係好嘢，只要洗得乾淨，佢就係你身體最強嘅盾牌。大家記住，呢個生粉清洗法唔單止可以用喺西蘭花度，好似椰菜花，甚至係提子呢啲好難洗嘅水果，都可以用同樣嘅原理處理。生活科學其實就係咁簡單，用最平凡嘅材料解決最頭痕嘅問題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分享幫到你，或者你都有啲洗菜嘅獨門秘方，歡迎同身邊嘅親戚朋友分享，大家一齊交流下點樣可以食得更健康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西蘭花清洗雖然係小事，但其實反映咗我哋對生活品質嘅追求。依家呢個時代，大家生活節奏咁快，好多時追求快捷而忽略咗細節。但係煮飯俾屋企人食係一份心意，亦都係一份責任。我哋寧願喺洗菜嘅時候多花幾分鐘，都唔想屋企人因為食得唔乾淨而唔舒服。呢個就係香港人最珍貴嘅家嘅味道，細心、講究、充滿愛。好啦，今日關於西蘭花嘅清洗秘訣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聽完之後，下次處理西蘭花嘅時候會更加得心應手。記住唔好再俾啲蟲卵有機可乘，要洗就洗到最乾淨。下次見。